的关系，所以你无去觉着讲你真正迄个意义，牵出迄个妙用出来。若无三生无有自性即名是自菩提啊。如果咱来摸着咱的三心咱三心本是依足的，三心本是一体啦，无阁有另外一个自性，三心就是用一个自性，三心无阁另外有其他的一个分别的自性，就是三心是用一体，三心就是一个自性，无阁有其他的自性。那么若会当了解安尼，会当悟到安尼的话，那么自名是自菩提。会当了解三心，咱就会当明这个事理。那么过来就是讲，有作伊讲天无际曰：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不离见闻言，超然登佛地啦。有作伊就讲自性依足的咱的自性依足三心。那么如果你去发觉着，你去因为透过咱的修然后去发觉着讲咱的三心本来就是咱的自性所依足的。那么这个三心要依足，咱有去发觉着这个三心的当中，当然是爱咱有成就甲迄个程度，那么才会当发明着，就是讲开悟见性，你有发觉着、明了着，你才会当成为迄个事理啦。迄个事理，因为就是咱无唔知影迄个事理的应用，唔知影咱的三心依足的应用，会晓人去应用，因为咱无发觉着，因为咱无转识成理，咱无开悟见性，无发明着，就是你无去觉着，咱无去觉着，所以咱袂晓去应用嘛。这个物件是因为咱有足的，咱袂晓去应用。那么讲不离见，不离见闻言，不离见闻言啦超然生活地，就是讲不离见闻言，就刚才就讲咱的干逆必舍心，咱的干逆必舍心，咱一切的外境无离开这个一切的外境的因缘相，一定爱处理这个外境的因缘相的成就。刚才有咱头仔的曾经讲过，成一切相，不离一切相，无着一切相。这就是讲咱伫这个外缘的境界上，伫咧成就，一定袂当离开这个这个见闻缘啦一定爱处理这个外缘中间伫咧成就。那么如果你会当成就这个一切相，佫无离一切相，佫不着一切相的话，那么这就是超然生活理，这才是真正你达到定这个佛地的境界就对啦。那么这个见闻缘就是咱后边要讲的数理的第二个迄个前五识的成所作智，迄个成所作，成所作智同源境。成所作智就是因为你无离开这个见闻缘嘛。刚才你讲咱的干逆必舍心，你无离开这个外口的假定，你
哦，这个自身低咧，啊无这个身躯嘛无路用啊，哦，一定要有这个自身，要有这个身躯，你才能